馬套樓究竟係資產定係負債呢？房住不炒，依家係咪已經失去咗金融屬性，得翻居住屬性啊？呢個話題我都覺得幾得意嘅。最近放假嘅時候睇咗幾本呢個富爸爸嘅書啊，咁對於房產嘅解釋，佢哋係咁認為嘅。要證明佢係資產定係負債，首先要搞清楚呢個房產係咪幫到你慳錢。先唔好講佢幫唔幫到賺錢先啊，定係每個月你都要支付一筆費用去搞呢套樓。但如果按揭買房算唔算負債呢？因為佢真係一筆負債喎。以前有句話就話咧，你用晒6個錢包去買套房，其實呢句話真係好恐怖嘅。如果存款買仲好啲啊，如果按揭真係趴晒街噶啦，首付自己都搞唔掂，你仲何來有能力談月供呢？又要而且呢一個問題，資產係你可控制嘅，但係負債佢可控制翻你。咁商品房佢仲有冇金融屬性呢？嚇，佢唔係已經回歸翻呢個居住屬性咩？但係我想講嘅係呢個係大宗商品，點會冇金融屬性呢？爛船都有3斤釘。我記得我讀書嘅時候呢，我有啲同學啊，佢將開船輸到褲穿窿嘅時候，一台不知名嘅國產手機都可以俾佢用嚟咧遞出啲錢出嚟，何況講緊嘅係商品房咧？當然你要抵押佢，首先要睇下佢仲值幾多個殘值啊！你唔好話搞個零元購，然之後再整個2押先得嘅喎。所以點解過千萬嘅房產都有人買？點解啲大佬佢哋持有嘅物業都要過億，而唔係話就幾百萬呢？動得都動。當你糾結要買房嘅時候，又要提多一個詞啦，佢就係情緒價值。小區周邊配套完全符合到需求，而且每次翻到屋企，佢都俾到情緒價值你或者屋企人嘅。而如果你話你翻到屋企之後情緒價值到位，咁我認為呢個係值嘅咯。但如果你翻到屋企之後聽到嘅就係催金物業費啦、水電煤啦、小朋友補課費啦、月供到期又要還啦，咁樣你認為呢種負面情緒嘅情緒價值又對你有幾大作用呢？所以買房唔係單單話我夠首付就可以上車，後面要補多一句㗎，最起碼有一定嘅存款，起碼你保證到你失業若干年後依然唔會影響到你嘅日常消費。以前我啱做地產嘅時候咧，我師傅同我講啊，至少存翻半年月供先準備買樓啦。不過嗰陣時講緊係上升週期，再加上嗰陣時我仲後生啱大學畢業。但如今咧呢個社會3到5年吧，因為時間拉到咁長，你都翻唔到身，其實真係賣咗佢算㗎啦。畢竟而家做人係要 set 低期望值，先可開心去揾食啊嘛。究竟租房好定係買房好？呢個問題好似冇正確答案喎。就好似你買房係按揭定係存款，都係同一個道理嘅啫。你夾硬要喺房地產上行週期上面去講，毫無疑問買房佢個加按揭係最好嘅。咁如果你喺下行週期呢，如果你喺19年後邊買房，依家要賣呢，估計你最多就少個負債咯。同樣道理，你依家講租房好，係因為你未投入過購房個成本啫。但或者你未了解到佢個本質問題。有時候可能冇錢都有冇錢嘅好㗎，起碼當初未上車啊嘛。你每個月只不過係俾租金㗎咋，但週期嘅嘢又邊個會知啊？90年代個租房嘅租金咧，比當初買房按揭嘅時候，佢每個月供還款咧都要少㗎，而且租房零成本喎。選擇租房嘅人咧，可能今時今日佢都未買到房，但如果真係到而家呢個時候，咁佢已經租房租咗20-30年㗎咯。咁如果你當初係買房按揭嘅，都還清啦，或者剛好喺上行週期，你又要置換套環境再好嘅，或者賣咗翻咗鄉下退休嘅咧，完全唔同結局㗎。另外一點就係咧，網上成日都講啊，讀書統籌點解決啊？外母問題點解決啊？買房唔係必然，但係就要睇佢有冇俾你帶到正面嘅情緒價值，跟住再睇下佢究竟係屬於你嘅負債定係資產，佢有冇俾到你正能量積極嘅生活。有需要了解中山樓市資訊嘅，記得啲我。有需要了解中山樓市資訊嘅，真係記得啲我啦。嗱，關注我啦。